大呐，遐大粒啦，一斤就足重啊。伊若换年的捌留啊4斤外呢，那4斤，一斤拢，伊头一水的4月15号，迄阵啊卖150啦。啊，第二水的卖100，啊，再来卖90、70，尾仔尾啊50吼。伊来交伊遮，伊来专来讲看，伊讲，因为种啊，这交伊专门苦车来。啊，伊个就像咱这大粒的有吼。台东交家己来。啊，人去车专车载来。伊个就迄天来个算俗交50块吼。哟，那变了俗。坐就俗，啊，遮虾当山虾30块20块尔。较细粒吼。较细粒啊。哦。安尼种50就无啥会好啊。50嘛是趁钱啦，袂好。是啦是啊。50，这种啥物种菜到是啊。1斤50啊，啊你若一人2斤就100啊。哦，足好康的啦，不粒过个。啊，伊上俗袂到50。生过看。系啊。当伊讲一年生18水。哦喏，一年生18水。啊，伊有用电费无？伊有，伊这安尼吼。一水一粒。哦，啊，一条。一丛才有生几斤，这费用贵，才遮个大。啊，伊看伊即摆吼，比如讲咱即摆老少遮济丛，无做一摆生啦。哦。伊即袂生一支。哦。对啊。生迄支甲一支，啊，即摆后个一支生了换这2支啊，轮流生安尼。啊，无生迄支，敢要甲挽掉？免啦。免啦。伊即摆就会生了，就换迄边，换这边，啊，即摆迄边佫吸收营养。即摆这边生了，佫换迄边啊。哦，安尼你营养有够啦，唔要惊。咱算一个啦，莫讲18水，咱算10水8水就算一半就好啦。哦。啊2个就10粒啊，吼。啊4个就20粒啊，一年若一个一丛20粒来，嘛袂歹啊。哦，几千丛的哦。无遮人600岁。20粒就一粒1斤就好啊。嘿啊，当个20斤啊对啊。20斤啊。啊，咱这是。啊，人是甲我讲一丛吼，一当头10斤啦。有迄边的人甲我讲。啊，就在人管理的啦。对。你若甲种的，毋管你要哪有通食啦。啊，伊甲我讲，迄落1分啦吼，种头1000丛，到有影1分。差不多。你种啊捌，我这我拄。你较开，你当。这种2支的呢？这左右各1根啊，这个拉开一点。啊，我是伊种较开着了，啊，迄个较捌啦。我这是条啊吼，我就种也无种讲枝。哎，有了对。有条那2支就对。啊，这若发起来就合啊，你看。这风采也吹会倒，哦，遐栽讲吹也会倒。哎，讲放下树啊就倒啊，莫讲咱。哦，树啊倒的，哦。讲风较是大呢，伊讲。有啦，这敢若踩伫土里尔。你头前只头后壁有空。空无稳。无稳危险。啊，搁灌倒入来。哎呦。刚才就会只无入来啦吼。哦，好佳在你嘛无入来。啊，你无入来。太营养高压。啊，无这风台线的拢算是大。